兄弟平安。天气真寒冷吼，咱着爱穿落烧。请咱献开圣诗479首，救主耶稣愿你来听。479首，咱听苏琴来弹一遍。速度吼会搁较紧一首啊吼，咱着爱用着调的心来唱这首歌。来，咱第一节，再来一遍，预备，来。下一首天马疼咱世间正人，咱来听苏琴弹一遍。
赞。小咱备办心来主礼拜，咱来吟363首。咱礼拜时间已经到，搁一届甲兄弟提醒，咱将咱的手机关震动。上帝啊，照你的慈爱怜悯我，照你丰盛的慈悲，撤销我的过失。
将我的罪恶一尽洗除，也洗清我到无罪。因为我家己知我的过失，我的罪常常伫我的面前。求你用牛赤草洗我，我就清气；求你洗我就比洗较白。做来吟圣诗，圣诗453首，天父听咱世间正人，请咱起立来吟全首。请咱议员徛咧，咱用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信仰告别第一段来告别咱的信仰。迄个 PowerPoint，咱换一个信仰告别。好，安尼我带大家来念吼。阮信上帝创造天地人甲万物的独一真神，伊是历史甲世界的主，施行审判甲拯救。伊的囝对圣神投胎，
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做人，做咱的兄弟，就是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对伊的受苦、顶十字架死，搁活，显明上帝的仁爱甲公义，互咱甲上帝和好。伊的神就是圣神，踮伫咱中间，赏赐气力，互咱伫万百姓中做见证，直到主过来。请坐。做来启应，启应文第8，启应文第8诗篇27篇，我来启，请兄弟来引。耶和华是我的光，是我的拯救。耶和华是我活命的气力。虽然有军兵占领要攻击我，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有一项事我捌对耶和华求，就是一世人徛起耶和华的厝。因为患难的日，伊要暗前保护我，将我放伫伊布边看捌的所在。打我的头壳得到压起，我要伫伊的布边献欢喜的祭。耶和华，我出声求救的时，求你听。你捌讲，恁着羡慕见我的面。毋通对我黄你的面，你平素是做我的帮赞。因为父母离开我，耶和华，求你用你的道路指示我。咱做额头来祈祷。阮的天父爸，早起已经过了入冬，伫早时，即阵已经是挂了稻啊。一年的辛苦过一段路，一年的修行嘛已经入册仓。这是感谢上帝恩典的时。虽望伫这时代做实的人已经无多，但是阮嘛是惯伫一年的年尾。来数算上帝的恩典。一年中间，阮有可能凡事顺利，收入稳定，厝内亲人和睦，无病无痛，得到主的恩赐保护，平安过了一年。总是嘛有兄弟姊妹伫这一年的中间，有拄到身体欠安、心神软弱软正、收入减少。甚至因为济的原因，造成厝内无平安。无论怎样，伫这感恩的季节，阮拢要感谢主。毋管顺境亦是逆境，阮拢要感谢主。毋管丰收也是欠缺，拢要感谢主。毋管身体健康也是辛苦病痛，阮拢要感谢主。因为阮知，阮拢是主所疼的囝儿、查某囝，主的恩典的确够也阮用。除了凡事感谢以外，阮嘛恳求主教示阮时时切切祈祷。当阮欠缺的时，当阮身体欠安的时，当阮心内郁卒逼迫的时，阮会切切祈祷上帝。因为阮知主你是赏赐丰富恩典的主，你的确照顾阮、安慰阮、扶持阮，保护阮拄着无法度担当的事。总是阮搁较祈求主，
互阮学会晓切切为着别人祈祷，为兄弟的需要，为教会的复兴，为社会的公义，为国家的生存发展，为上帝国的地上的扩展来切切祈祷。望阮的祈祷拢有圣神的带领，合着主的旨意，因为你讲，先求你的国甲你的义，就阮所欠亏的，你拢要煞互阮。感谢主，听阮的祈祷甲恳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俄罗圣歌队因要吟的诗是敬拜伊。咱来看一位圣经，记载伫《使徒行传》12章第1节到第5节。新约圣经《使徒行传》12章第1节到第5节，台语汉字本伫148面，148面。
好，显着我用汉字本来读。12章第1节，将军迄时，希律王下手陷害教会中几万人，用倒胎约翰的兄弟雅各，看见犹太人欢喜，就搁掠彼得。迄时就是拄假的日，已经掠，就关伊伫家里，交互4班的兵固守，每班4人。意思要伫搬过节后，带伊出，办伊互百姓看。对安尼，彼得留伫家里，独独教会替伊切切求上帝。讲道，今日王武聪牧师伊要讲的题目是教会切切祈祷上帝。而且大家平安，真欢喜，搁一遍来到咱团教会，甲咱做阵三个敬拜，真感谢上帝，互咱李牧师伊间。迄个开导顺利平安出院咱来向上帝献上感谢，真欢喜会当伫遮搁一遍甲咱三个分享上帝话，甲咱三个做阵伫遮享受即个敬拜，咱搁一遍同心来祈祷，天父阮的上帝，多谢你赏赐阮圣安息日，应允赐允祝福伫即个日子。也互阮伫遮来得到属天的安息，定心得到快乐。这个是阮恳求上帝你的神运行伫你家己的殿院，圣神伫遮充满，也高抹你奴仆的喙，互你奴仆所传讲的信息，会当真多兄弟姊妹的帮赞。主啊！求你亲自恩愿开拓你的话，显明你的心意。愿恳求你，也互阮听见你的话，就藏伫阮的心内，也欢喜照你的话去行。愿安尼恳求祈祷，靠耶稣的圣名来求，阿门。出来教会是伫什么款的环境内面，将福音传开去？咱知影，迄是一个高度困着教会、压制基督徒的环境，总是上帝伫遐做成伊的工，把福音传开去，当然，这个背后付出真济劳费的代价。我相信2000年来，上帝一直伫教会咧做工，也一直伫咱每一个信靠伊的人身上咧做工。我毋知咱兄弟姊妹，你捌透过祈祷经历上帝的作为？将人看做无可能代志，变做有可能。你捌通过祈祷，
带来所谓迄种逆转胜无？哎，下手诶，你有经历过祈祷得到上帝垂听应允的举手者？哇，好，感谢主吼。不过也侪人无举手吼，我毋知你对祈祷的认捌是怎样？我相信每一个基督徒应该拢会当去经历到这个祈祷上帝的应允。我真鼓励咱在座每一个孩子们，特别拄则感觉讲，敢若无啥自信我到底我咧祈祷上帝有咧听无？诶，兄弟姊妹吼，你详细来听今日的这个信息。好，那拄则咱师会长老甲咱读《使徒行传》12章第1节到第5节。这段经节，我毋知你有发现问题无？出来教会开始面对着迫害，而且有记载两个耶稣的门徒，一个雅各被迫害，然后就被斩头。毋过咧，彼得有完相反，被迫害、受掠，换了家。伊却得到救，白白拢是耶稣的门徒一个掠起来随时斩头，一个安尼，你若看《使徒行传》12章的时候，拄则咱请你咱继续，我会甲咱分析。你会发现讲，这敢若咧做梦呢，敢若连彼得都认为讲敢若咧做梦呢吼，戏剧性安尼吼，足戏剧性的，对着头房安尼吼，还是我毋知你有想过这个问题无？为什么一个被抬，一个被救？有想过这个问题无？第5节讲，教会切切为彼得祈祷上帝。敢讲雅各被掠的时阵，出来教会你姊妹大小心，无替彼得祈祷咧，干嘛呢？好，咱来想这个问题。读圣经是足趣味的啦，你若注意落去看，落去想，哇，你会当得到足侪的启示。好，对你初代教会来讲，咱看见一件代志，就是上帝大能。伫苦难甲死亡的中间逃放出来，我相信咱逐个人拢期待新约技术，咱逐个人拢期待看见上帝大权能开咱。可咧，为本圣经你通看见，上帝的大权能往往是伫苦难中。甚至咱面对着死亡的时阵，逃放出来。哥林多后书第4章第7节到第9节，保罗就讲，咱有这个宝贝摕伫这个器躯内面，为着要显明这个极大的能力是出自上帝，不是出自咱。是上帝的大能是伫咱这个软弱的器躯被破碎了后，逃放出来。讲较简单、较白的话，就是讲，当你面对苦难、面对着生死的关头，
面对着你拢无能为力啊！你谦卑屈家，你破碎你家己，你承认你无能为力啊！你来到上帝面前祈求的时阵，迄个快乐就临到。有当时咱讲我祈祷，上帝敢若无垂听，检在你也无到迄个程度啦。你的困难上帝怜悯你你也无行到着所谓人的紧绷，是人的紧绷，就是上帝做工的开始。迄种经历是足切身的一个体会。好，当咱来看，出来教会是怎样伫迄种大环境的迫害内面，竟然将福音传开去。但是咱看去，出来教会第一个殉道者是啥物人？来，甲咱考试一下，第一个殉道者是啥物人？有司提反司提反是啥物角色？出来教会第一任的中职，所以咱做中职的请你要别担心司提反殉道，设了迫害教会。福音传到撒玛利亚，当司提反要殉道的时阵，圣经安那记载？圣经记载讲啦，讲伊伫遐面对着众人的时阵，人遐反对伊人讲道的时阵，伊的面用发光啊，伊的面貌亲像天使啊！然后伊看见天开啊！那安尼，当伊互人用石头钉的时阵迄当时有一个高囡叫做扫罗，伫遐咧为这拍手，拍手。要钉石头的时阵穿西装、穿西米露安尼时阵，牙摇，挂衫脱两条安尼，一个高囡叫做扫罗，伫遐咧顾迄堆衫。过咧，司提反的殉道。却伫这个高囡仔顶面，这个当时根本也无资格做拍手的扫罗，是咧伫遐咧共顾衫安尼尔。我相信福音的种子已经种落伫扫罗的心中啊！伊会看见奇怪，这个人哪会安尼？这个人面对死亡，哪一点仔惊吓都无？面对死亡是，迄是规个面安尼，规个面规拢绿色去，惊到死啊！逐个人石头咧甲钉的时阵，伊竟然伫遐，毋是照犹太人传统以牙还牙，反正安怎讲？伊安怎祈祷？祈祷讲啥物？爸啊！请你毋通将这个罪归伫因啊！一声讲，爸啊，请你接纳我的灵魂。这对扫罗来讲，扫罗是知识分子啊，咱知伊足巧的啊。对伊来讲，我相信伊是有思想的人啊。伊看见这幕，一定心内会想。为什么？是福音的种子种落伫扫罗的心中啊！
所以使徒约翰顺道设了迫害教会，福音传到撒玛利亚，接续落去就咱今所读的圣经，希律王迫害教会，哇，雅各顺道，雅各顺道安那，福音传到外邦。出行传12章是用希律迫害教会、苦待教会做开始，不过使徒行传12章的结束安那写？使徒行传12章的结束安那？讲希律无归荣光给上帝。所以主的使者即时拍伊，伊被堂家就断开。上帝的道日日兴旺，极增加传开去。是12章用希律迫害教会做开始，结束。却是上帝的道兴旺传开去，安姊妹，这就是上帝咧做的工。你我伫人生内面拄着苦难，拄着艰难困苦，请你唔免累志，请你唔通失望，那是上帝极大的恩典要临到你身上的事，顺境咱真难得去经历上帝，逆境苦难困难，反正是互咱经历上帝的机会。好，咱来看，今日最后我要甲咱分享的彼得。伊怎样戏剧性会得到讨棒？圣经记载讲，第50讲，彼得被抓关伫监里，教会切切为伊祈祷，教会切切为伊祈祷。当彼得被抓的时阵，你若继续看属灵段落去时，你会发现。伊被抓，圣经记载讲，希律将伊交予4班兵丁看守，每一班兵丁有4个人，而且呐，佮用2条铁链甲伊锁掉咧，然后安那双兵2个兵丁甲夹掉咧，毋若安尼，门外佮有警卫伫遐固守，过顿工就要斩头。你若看《使徒行传》12章，这种的描写，彼得安那，当然讲安那温死的啊，差心嘛无法度背啦，除非你有法度飞天转地啦，若无时就是温死的啊。不过，伫这情景里面啊，圣经记载讲啊，教会切切为彼得祈祷上帝，面对黑暗的势力，面对黑暗的势力，政治的迫害，刀剑的杀害。学生寸手无提，教会运用的毋是武力的抗争。当时的门徒嘛才120个尔，信主的人当时嘛才120个。后来虽然到3000个、5000个，
毋过毕竟伫迄个社会拢是少数，要用拳头母绝对拼输人的嘛。但是咧，出来教会，因运用的是一个秘密的武器，就是祈祷，而且是同心合意、迫切的祈祷。这个祈祷带来溃烂是非常大的。教会切切祈祷上帝，咱知影《使徒行传》甲《路加福音》是同一个作者，叫做路加。路加用这个切切祈祷上帝这个形容词，是含伊伫遐记载耶稣伫克西马尼园，圣经记载讲，祷告更加恳切，祈祷更加迫切。耶稣伫克西马尼园祈祷到什么？大粒汗、细粒汗，亲像血滴滴伫涂骹呢？哦。是，路加是用耶稣伫克西马尼园迄个祈祷的迫切来形容出来教会怎样为彼得祈祷，是同一字，是黑暗死亡关系永远袂当赢过教会。教会是起坐伫耶稣基督稳固的石盘顶。马太福音16章，耶稣伫遐伫圣经内面第一摆讲到教会，这个名词是耶稣亲自讲的。耶稣亲自讲，教会要起坐伫石盘顶，阴间的官兵袂当赢过伊。来，兄弟姊妹，这个经节咱来读一遍好无？来。我甲你讲，你是彼得，我要将我的教会起坐伫这个石盘顶，阴间的官兵袂当赢过伊。我要将天国的锁匙予恁。既然你地面上捆绑的，伫天顶要捆绑；既然你地面上偷绑的，伫天顶也要偷绑。兄弟姊妹，耶稣第一摆讲教会，然后伊就互教会一个极大的官兵。是啥物？天国的锁匙。但是伫遮你有看吗？教会是起伫石盘顶，石盘顶。啊，这个石盘是指啥物人？当然毋是讲彼得啦。天主教讲是彼得，但是绝对毋是彼得。石盘是旧约圣经。上帝讲啦，讲耶和华上帝是我的石盘，是我的山寨，对不？这个石盘上新约圣经，耶稣是安那教会的地基，教会的条石，迄个触角石，对不？所以教会起伫耶稣基督这个稳固石盘顶的是安那，咱就有迄个官兵。阴间的官兵袂当赢过伊。今日咱伫民间宗教内面，若无平安的是咱呐，去问神拜佛的时，拢讲迄叫阴的卡掉了，叫阴的卡掉了。兄弟姊妹，如果你听你厝边隔壁一两朋友讲伊叫伊要卡着啦，伊无平安啦，迄个伊要卡着安尼啦，你就赶紧介绍伊来信耶稣，赶紧来教会，兄弟姊妹，当迫切为祈祷的时阵啊，伊要得头吧。这是牧师牧会42年来，我不断的经历。我今日无时间甲恁讲这个见证，但是我要互恁知影，我牧会42年久，带这种人归主是一大堆。好，讲到这插一个见证。
2年前，咱这礼拜后礼拜感恩节，我哋旧年也是前年的感恩节。拄感恩节迄天，有一个姊妹敲电话，牧师，你下晡有伫教会无？我讲有咧，啥物代志？伊讲阮爸爸，我要来找你一下。伊赶伫银行3点钟前去领一张支票出来，要来教会奉献。啊，这人啥物？是道教的法师。因兜是规处京东东是迄个道教吼，伊爬过108站的天梯，迄种的证书吼啊，反正就足侪迄个法师的执照就对安尼啦。查某囝信主，啊，这个老爸也无信主，查某囝心有够着急，这样就带伊来。我甲伊讲道理，前后1点钟。这个法师全决志信主，啊，搁较好啊，连因查某囝都戆硬的。我甲伊讲信耶稣吼，啊，你厝内的偶像爱除掉咧，伊马上甲你讲好，连因查某囝都惊。啊，了后先阮去因兜除一卡车的偶像，啊，迄神明挂一大堆金牌。啊，迄金牌时哦，拢摕一元，拢后来我拢金牌啥，拢原来甲杜偶像摕转去教会安尼。迄金牌我去金仔店卖20几万。好信主了后第2年，感恩节信，伊含因查某囝来，摕一张支票来要来奉献，我开过时147万，迄当信主也无够1年，摕一张支票147万来奉献。我讲你哪会这个奉献对倒来？牧师你毋是讲爱1/10的奉献？安尼，佮继续佮讲，我望以后会当常常有这个奉献。这就是对伫阴间黑暗的关系内面得了逃亡的人。好，所以捆绑黑暗的关系，逃亡比例的官兵，是上帝和教会官兵。教会，你只要起坐伫稳固石盘顶的时阵，你就有这个权柄。这个权柄是上帝给你天国的锁匙。地面上捆绑的伫天顶捆绑，地面逃亡的伫天顶逃亡。但这个权柄对倒位来？耶稣佮继续讲，耶稣讲18章。18章18节啊，耶稣佮继续讲，恁伫天顶逃亡的，恁伫地面上逃亡的，伊伫天顶头，地面上捆绑，伊伫天顶捆绑。下面讲，我实在甲恁讲，若是恁中间有2个人伫地面上同心合意求啥物，我伫天顶的爸必定为因成全。既然恁2、3个人奉我的名聚会伫倒位，我就甲恁同在。所以，这个权柄对倒位来？耶稣讲啊，恁中间啊有2个人同心合意祈祷，我天顶的爸就要成全。是这个权柄已经互咱啊，但是这个权柄是对伫2、3个人同心合意迫切祈祷来经历的啦，来经历。而且这个经历，这个同心合意迫切祈祷所成就的，是咱难得想象的啦。
顿讲就要执行死刑的人，心中一点仔惊吓看路都无。明仔载要庆祝的人，迄种死刑犯暗时困会去袂？惊着死啊！伊哪有法度困？我讲一个，咱台中上大间文殊公庙的董事长，我传信主，伊服侍文殊公50年，毋过当伊86岁、80几岁，破病要送入病房的家务病房的时，伊死都毋经这家务病房。伊要求伊要伫普通病房，毋过咧，伊伫普通病房袂困呢。伊惊，伊一个伫大医生，伊马上甲伊后续新妇讲，即边文殊公无法度救啊，医生也无法度救啊。啊，你知影？伊家己认为讲医生无法度救，文殊公无法度甲伊救是安那？哪会困得去？所以规个拢无困。啊，伊的新妇、教会的姊妹，看即个大家安尼困袂去，啊，有够可怜。是干那一个破病，伊认为讲医生无法度救，文殊公无法度救，伊就困袂去啊。我哋感谢主。我教会这个姊妹，嘿，这个大，这个大家是真威严、真有权威、权柄迄种的大家啊！这个新妇信主哦，该服侍18年久，伊要拜拜来啥物啥，拢替伊备办安尼，服侍18年久。我伫关键时刻时，伊掠掠去，甲伊的大家讲：“妈妈，我看你拢困袂去，啊，我足不忍心，好唔好？妈妈，我替你祈祷好无？”啊，这个大家就无法度啊。伊讲好，这个新妇就手甲汗咧，替伊祈祷。祈祷也未阿眠的时阵，这个大家困甲高出来，啊，规暗全一暝好困到天光。第二天醒起来的时阵，伊规暝认为讲伊的新妇手甲牵掉咧，啊，所以伊有安全感，全困去安尼啦。想袂到讲第二天困起来时啊，看见伊的新妇伫迄个照顾的，咱病院拢照顾的病床，我倒伫遐困甲咕咕叫安尼啦。伊全想着，莫非我的心腹的耶稣，昨暗规暝甲看守；莫非我媳妇的耶稣，整夜牵着我的手？伊通甲新妇讲：我哪会当平安出院？我要来你的教会，来认捌你的耶稣。是，就安尼来信主，拄好上。伊来信主的时阵，招仪表的董事拢来管理，了后佫办彻底的，请教会小组和庙的董事。是遐尼姊妹，讲一个要执行死刑的人，哪会困得去？毋过彼得安那，竟然困甲天，困到天使来叫讲：彼得，紧起来！都也叫袂醒。彼得，你人看，伊完全无将死亡当作一回事嘛。你若看《使徒行传》12章，你去继续看落去先，伊根本都无甲死亡当作一回事嘛。
好困，困到天使来救，才救醒。哦，被救的彼得，毋那亲像家己咧做梦啊，连咧替伊祈祷，伫外面咧替伊祈祷，在暗门度拢毋敢相信。当彼得被救出来，来到伫咧为祈祷、切切为祈祷的马可罗，啊！咧甲伊弄门先啊呐，你甲伊弄门先啊！圣经讲彼得醒起来，讲现在我真正才知影，主差见耶稣者救我脱离希律的手，甲犹太人所期待一切，已明白了。就到迄个称作马可的约翰的老母玛利亚的厝去，就是马可咯。底下真侪人伫遐组织，彼得伫门外拍门，一个师女叫做罗大出来应。这个查某囡仔看到彼得的时啊，欢喜甲袂顾咧，赶紧去甲学生报消息。不咧，学生做阵甲这个师女讲啊，你莫讲笑话好无？你笑的哦。哎，姊妹，底下咱看见啊呐，那被救的彼得，家己认为讲，敢若咧做梦咧，所有的门徒拢无人敢相信。认为讲，这个思路是咧讲笑话，是安尼姊妹。彼得对彼得得到好帮，得到自由，亲像做梦的人，就敢若亲像诗篇126篇所讲。当耶和华互释安彼得的人归回时，咱亲像做梦的人，迄时咱满嘴欢喜，满志欢呼。迄时列国中就人讲，耶和华为因行了大事，是耶和华果然为咱行了大事，咱就欢喜。而且要你期待。耶和华上帝伫你的心中、伫你的生命中行大事啊无？阿门无？唔敢期待，唔敢想是无？啊！弟兄妹，你期待耶和华上帝伫你心中行大事无？大声讲阿门！抑阁是唔敢讲哦。阿门无？头前有阿门，后壁敢若抑个都无啥敢相信。阿门无？是，你爱有这个信心。然后我上帝当行大事伫咱中间，会互咱亲像敢若咧做梦一样。好。那接下来我要讲起到今日信息真正的重点，切切祈祷上帝是咱拄则已经看见，彼得被偷放，彼得敢若像做梦的人，不过咧，请你也爱听清楚，切切祈祷上帝。不是按照咱所期待来成就，切切祈祷上帝，无拄拄照咱所期待的来成就。虽然彼得教会切切为彼得祈祷上帝，以对比利的人来得到讨棒。不过你有看见无？我一个开始问咱的问题。
雅各那比台，这伫信仰顶要安怎讲？敢讲教会无为雅各祈祷咧？我相信应该唔是安尼。祈祷是毋是成就？如何成就？什么时阵成就？安怎成就？主权伫上帝。多亲像耶稣伫克西马尼祈祷讲：爸啊，伫你凡事拢会，求你将这个杯，互伊离开我，总是毋是照我的意思，是照你的意思。是耶稣道成肉身，伊是肉体，伊经历到迄个死亡的惊吓。圣经甚至记载讲，伊的心极其惊吓。伊面对着死亡，面对着这个十字架道路，伊行动袂起，所以伊才安尼甲上帝求，甲爸求讲：爸啊，若会当，请你将这个苦杯甲刷开去。但是伊后壁加一句，毋是照我的意思，照上帝的意思。加在上帝无听耶稣的祈祷，这个你听有无？加在上帝无听耶稣的祈祷，无听伊爱主耶稣的祈祷。那上帝听耶稣的祈祷，将这个苦杯甲刷开安那？你我今日拢无愿望，对无？对无？是加在上帝无听耶稣的祈祷哦，无将苦杯甲离开，耶稣才替咱世间人定十字架，救赎咱，替咱死来救赎咱，成就了这个救赎的功能。所以我讲，祈祷是毋是有时？成就怎有成就？主权伫上帝，而且呢，祈祷的焦点，而且祈祷的焦点是伫上帝怎样使用咱这个卑微的器躯来彰显伊的荣耀。完成伊伫咱生命中的旨意，毋是照咱所想的来满足咱个人的心意，或者是咱个人的利益。圣经记载雅各、约翰这两个兄弟啊，我毋知影恁有了解这两个兄弟啊无？恁还会记得无？伫最后晚餐的时阵啊，这两个兄弟啊，的老母啊，来甲耶稣灌输啊，甲耶稣讲啥物？讲耶稣啊，当将来你做王的时阵啊，互阮囝哦，一个做行政院长，一个做立法院长啦，啊，着恁兜规拢捧去安尼啦。伊就是安尼讲哦。圣经就是安尼记载哦。不过耶稣安尼甲因讲，恁毋知影恁所求的是啥物啦？我要啉的杯，恁敢有法度啉？我所受的伤，恁敢袂当受？好，应该耶稣我会当。结果是啥物？结果是啥物？雅各第一个被斩头。兄哥约翰咧，9年老的时阵，被放逐到地中海的拔摩岛关伫遐。这就是耶稣所讲的苦杯，恁敢会当受？是啊，雅各约翰讲会啊，结果就是安尼啊。
雅各是耶稣12个门徒中间第一个顺道的。为什么耶稣和雅各也未传福音着呢？也未做工着呢？就顺道。为什么？其实雅各嘛成就了上帝的心意。为什么？我相信，当雅各被杀的时阵，促使了初代教会更较警醒祈祷，更较迫切祈祷，更较同心合意祈祷。也因为耶稣的学生第一个已经顺道啊，接续落来，因意识到因各过来所面对的是更较大的迫害。所以当初代教会，当10个学生因意识到这个群众会排山倒海来的时阵，因无路通行。因就更较迫切祈祷，我相信这就是雅各被杀的上帝要成就的旨意。所以包括彼得被杀，嘛拢伫上帝计划内面。因为雅各的顺道，互初代教会更较谨慎警醒祈祷。然后，这个更较谨慎警醒祈祷，第一个受益者就是彼得。但是彼得直接受讨棒，嘛唔是上帝主要的目的。彼得是安怎来被救？是上帝伫彼得身上也未完成的计划。什么也未完成的计划？你若对出灵段，你会当详细看见。第9章设了新主，第10章彼得是耶稣的门徒中间第一个向外邦人传福音，带哥尼流一家人信主。福音要传予外邦人，真拼咧哦！外邦人要信耶稣，得到接纳，真拼咧哦！但是竟然犹太人去传，犹太人去带外邦人，第一个外邦人信主，上帝用彼得，上帝用彼得大声去向外邦人传福音，带外邦人信主，为着是要替扫罗，叫做保罗了后阵，保罗被呼调做啥物？保罗被呼调做啥物？外邦的使徒，保罗一个迫害基督徒的人，伊去做外邦的使徒，啥人有法度接受？伊爱人为伊背书，背书的人爱安那？初代教会大佬背书才有路用，这个大佬就是啥人？就是彼得。这才是彼得被救的目的啦，是咧彼得被救，是为着要替保罗成做外邦使徒，向外邦人传福音来铺路啦。这是彼得被救真正的目的啦，是。所以祈祷的真谛，乃是明白上帝的旨意是啥物，互上帝的目的成就伫你我的身上。若是安尼，无论是生是死，得了医治，无得了医治，成就毋成就，咱拢相信上帝永远是美善的，拢有伊的美意，我愿意顺服。这才是真正的祈祷。所以切切
初代教会七节祈祷所成就的，真明显，毋是彼得被救啦，乃是上帝伫彼得身上的目的，是毋是会当成就？伊被救是为着替保罗背书啊，互保罗会当顺利将福音传到外邦。也互外邦人信主，外邦的教会会当得到耶路撒冷教会的接纳，这才是上帝真正的心意，甲迄个目的。去年12月11，我说我生气，我和牧师娘。阮下晡去营总了，过去乌日临心病院探访，在拢危急的家庭。6点外出来时，我伫临心病院的门喙已经过马路啊，然后拄啊落沙沙坡啊，一个查某人带着一个幼囡仔，买着便当，对过路角拽，阮去弄着。知影牧师发生车祸，举手者，哦，真侪人知影吼，是，我用转到中基去，到11点，我才甲我的囡仔讲，你爱互中级知影，所以到暗时11点时，伊才将这个消息，互教会中级知影。我的情形是牧师娘闹出血、昏迷、昏迷指数6。我的牧师娘因为伊有心律不整、心房颤动，伊爱食抗凝血药啊，食抗凝血药啊，上惊就是有出血，所以这是真生命的危险。我的囡仔唔敢甲我讲，我是。有只骨别裂，但是我要讲的就是，一暗那点，我迄个消息传遍全台湾，甚至传到国外去。第2天就有国外的牧师打电话来给我，台湾南北二路的牧师打电话来给我真惊讶，哪会遐紧？遮侪人知影，后来陆陆续续有对我朋友到伫山地原住民的教会、偏远的教会，因嘛讲因有法咧祈祷安尼。佫后来拄着真济我熟悉无熟悉，拄着我的时拢讲，牧师你牧师你即摆安那？我就突然间感觉到，哇！我这个代志。乃，敢若全世界拢知影，逐个人拢咧为我祈祷，我才知影，我今日会当徛伫遮祈祷，讲道，我才知影，我的牧师会当醒起来，而且我的牧师是第2天10点交病院开的时，伊就醒啊。第2天10点交病房开的时阵，伊就醒啊。而且伊就当用白板写字，我才感受到，是真侪人为阮的祈祷。后来佫陆续佫真侪故事出来。我去探访迄个家庭，出来一个人。伊了后是伊甲我讲，我牧师，我伫愿望中，毋是愿望，是印象中，前1天我就看见啊，看见中央教会，伫咱的门迄个门喙，一大群平顶徛伫门喙过手，毋过咧，有一杯足大杯蛇。全软入来伫教会主堂，
然后一群的兵丁伫遐固守。那安尼，伊去看见咱教会的厝尾顶一大群的天使伫遐威胁伫遐，是我就知影，我发生这个车祸，毋是偶然的，是属灵的征战。因安那，今日早起，我接到一份公文，迄份公文会当将中华路教会拆裂。我伫遐祈祷，我伫遐敬拜。好，上帝，我愿意看你，上帝，你要安怎大呢？上帝，我感动，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是，迄份公文是会当互中华路教会拆裂的公文。但是我记得讲，上帝，我所求的是，互你的教会得到保护，无受到伤害。我愿意顺服，我的心足平安，足这好棒。我也知影，当这个代志发生的时候，我马上感受到撒旦黑暗的关系，足大属灵征战。但是呢，撒旦魔鬼拿我没辙儿，所以伊就讲：啊好，你既然安尼，我就互你死。而且撒旦魔鬼真恶极的，就是伊毋是互你一刀毙命，而是无存的受伤，含我这受伤，两个拢有可能残废，半身不遂。拢是上帝怜悯，上帝拯救。后来先黑暗，隔顿讲我的执事中就伫黑暗得到消息了的时阵，伊就搁伫意梦中梦见，梦见讲耶稣将我木顺羊抱伫胸前，然后因为我脊椎损伤，耶稣用伊的肩胛头甲我吐咧。伊黑暗看见这个异梦，第二天起来讲安了，安了，是上帝就是安尼怜悯保守看顾。所以我就更较清楚知影，上帝该对我有怜悯。有拯救，有医治，我就搁较回应，要怎样互主来使用？是兄弟姊妹，你我咱的人生的路途，拢不断地面对着征战。这个征战，所谓属灵的征战，这是真现实，也是真事实的。当咱面对着咱行动袂起征战的时，我邀请你我拢倒转来到上帝面前来祈祷。教会更较宝贵的是，兄弟姊妹遇到困难的时，咱彼此互相同心迫切的代祷。所以，我告诉伫遐讲。义人祈祷所发出的溃烂是大有功效的，但这个前提就是咱爱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互咱得到医治。义人祈祷所发出溃烂大有功效，你我咱拢需要祈祷的同伴，互相代求。所以我知影咱的教会林牧师嘛有咧推动
这个 RPG 对复兴祈祷的小组，我感觉这真值得咱鼓励。其实我伫中华教会28年久，28年前我来这个教会的时阵，就是教会友、帮赞会友开始开嘴祈祷。我知影咱有真侪遐个姊妹，检在咱袂晓祈祷，咱毋知要怎样祈祷，咱就对上简单的祈祷是上帝互咱的权柄，祈祷就是咱亲咱人有迄个讲话的本能，咱每一个人出世红影就有迄个讲话的本能。但是你无教伊讲话，伊就是袂晓讲话。有的囡仔时，你拢毋爱甲伊讲话时，伊袂晓讲话。哦，你甲伊摕去含狗仔做阵的时，伊学的就是嗷嗷嗷。哦，你囡仔就是爱教伊讲话，因为爸爸妈妈是伊才会晓讲，祈祷嘛共款。哦，祈祷嘛是爱操练，爱开嘴。我讲开嘴祈祷，毋是讲上帝操伊人，就爱你开声，伊才听有，毋是。开嘴祈祷是咧操练咱。哦，所以我鼓励兄弟姊妹，因就是逐个人互相彼此代祷。哦，我毋知影你有对，比如讲有兄弟姊妹伊拄着困难，讲某物兄、某物姐，请你替我祈祷。好，你甲伊讲安那，你安那甲伊回应？好，我替你祈祷。不过你倒转去，真正有替伊祈祷有偌济？有偌济？敢在袂记哩啊？袂记答应讲我要替人祈祷，袂记哩啊？不可能，你哪会无爱伊邀请你替伊祈祷，你马上就为他祷告。我教会，阮就是安尼教讲，伫教会内面，你寒暄聊天、开讲了后，是安尼互相交谈了后时，恁就互相马上彼此代祷，互相祝福，就是安尼。哦，伫教会内面就是安尼。哦，礼拜了后，到处都有人互相咧代祷，讲话分享了后时阵。我拢讲，请你就是用祈祷来结束，互相彼此一个祝福安尼。然后一礼拜，咱就全台湾拢推动这 RPG 复兴祈祷的小组，一礼拜2个人、3个人，互相代祷，电话中彼此代祷，15分钟就好啊，互相代祷安尼，读一段经章，彼此互相代祷安尼。是，我感觉讲，我中华教会自从去年安推动，每礼拜拢有150个小组，150个小组安尼咧互相代祷。是，迄个祈祷带来开来是相当大，带来祝福是非常大。所以我鼓励咱，只有我知影咱林牧师嘛有咧推动这个，咱就是互相，我。譬如咱的生活队，我感觉咱的生活队足强的，咱生活队练歌了先，我教会生活队练歌了先，就是有完像10分钟，RPG 复兴祈祷的小组，两三个人一个小组，5分钟、10分钟祈祷，是，咱祈祷了后先，我看真好，咱到人教会，大人祈祷了后，聚会了后先，咱的教会场地嘛真大真宽，嘛有真济，我看见咱楼骹真济人伫遐互相咧开讲，恁嘛是会当安尼，交通分享开讲了后时，恁就伫遐2、3人就伫遐互相代祷，你有啥物需要，我会当替你祈祷，若无有啥物需要时，咱彼此一个祝福的祈祷，是兄弟姊妹。义人祈祷，我发出的开来是大有功效的。同心来祈祷，天父阮的上帝，我恳求你帮助阮。我今日你的罗布伫遮，甲正兄弟姊妹分享的信息，
会当深入伫阮的心中，也帮助阮，教导阮怎样祈祷，怎样彼此代祷，来经历迄个祈祷的大能。愿咱恳求，靠耶稣的圣名，阿门。咱来吟回应的诗，圣诗479首，救主耶稣愿你来听，请咱起立来吟全首。救主耶稣愿你来听，我恳求的声，你大是阮可你做。请坐，奉献，请诸位执事甲秀珠执事来施献。
穿的烧，物质无欠缺。你的话是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是阮性命的粮。阮的心灵嘛得到帮助。主啊，感谢你享受互阮丰富的恩典。阮献上阮淡薄仔的侍奉甲金钱，求你欢喜接纳做你的事工的路用。阮啊祈祷是奉靠主耶稣的名，阿门。请坐。未报告的大声咱先搁一届感谢王牧师吼因为牧师开刀吼讲话还无真好势吼所以今仔日王牧师得到王牧师来到咱遮吼来主领礼拜吼，咱感谢伊。咱来看周报第3面，来看今仔日的金句。我读一遍，请兄弟来读2遍。恁着相对认罪，三体祈祷，通得到医好。义人的祈祷，伊的力量有大功效。雅各书第5章16节，恁着相对认罪，三体祈祷，通得到医好。义人的祈祷，伊的力量有大功效。雅各书5章16节，恁着相对认罪，三体祈祷。通得到医好，义人的祈祷，伊的力量有大功效。雅各书5章16节。咱迄个字汇表甲咱的事项表，咱家己兄弟家己详细看。那第4面小会公告我就无搁念吼。本会消息第1点今仔日12点半，咱伫3楼要召开11月份的定期中执会，请咱的中执来出席吼。第2点，咱总务部有一寡改变吼，因为咱姚王兄已经退休，所以咱的礼拜三的休息可能咱爱有做一寡改变吼。若准咱会后有食迄个便当吼，咱先甲处理又好，甲分类又好吼，做咱会当甲摕去迄个回收区吼，这样回收区拢整理甲真好势吼，咱也会当甲咱家己使用过的。咱家己处理又好势，尤其是团契，若准有聚会有较大量的时，请咱甲分又好势，甲整理又好，甲摕去甲迄个咱的回收区迄个所在来放吼。若准有伫冰箱内底下物件，请你写名吼。若无超过1礼拜咱就直接处理掉吼。第3点，因为咱的迄个总务干事已经退休，咱暂时就无搁提供福音车的接送吼。第3点，圣歌队选举的结果，队长曾立勋委员郑尧生、戴秀贤、秀珠秀英林炳莹。第4点下主日是感恩节的感恩礼拜吼。周报内底咱有下着做迄个感恩节奉献地，主要就是互咱的兄弟咱会当先摕转去做准备吼。咱后礼拜将咱今年度咱会感恩吼，下伫咱即个落仔底咱爱会来较台前。咱来做咱的奉献吼。第5点，后礼拜啦吼，后礼拜日咱要进行圣诞的布置吼。今年是兄弟团契来负责吼，所以请兄弟团契的客友咱尽量来帮忙。兄弟若有闲的咱嘛希望会当做伙来参加吼。第6点。11月27拜六吼，规工的时间啦吼，咱有迄个全教会性的时间研讨会吼，咱请所有的中执佮团契的同工做伙，咱来参加吼。恁若准有困难请恁国部组，也是请会长来做请假，互会长会当统计人数。来甲做干事咱来报备吼，安尼咱较好来传咱的迄个咱的迄个手册的份数，甲做咱的迄个便当的额度吼。第7点咱有一寡圣诞歌吼，咱若有意爱的咱会当
去办公厅来登记。庆生的部分咱等下来做庆生吼。教会团契消息，相关团契今仔日有聚会吼，礼拜三。主日学咱10月份开始，已经逐礼拜拢有上课啊吼。后礼拜三要去王京的迄个秋季半日游吼。第3点，书海读经。拜四沿暗7点半伫副堂开始上课吼。青少年团契拜六有聚会，妇女团契后礼拜日有聚会吼。社青嘛是伫后礼拜三有聚会吼。详细情形咱会当家己看吼。第7点兄弟团契有伫迄个11月28吼。礼拜三要有一个下晡会办半日游吼。妈妈小组咱了是伫暂停。大岛的事项等下咱做伙来祈祷吼。教界的消息请咱家己详细看。第7面有迄个顶礼拜的报告，伫遮顶礼拜放的伫遮报告做领收。迄个因为我昨有参加财务的一个讲习吼，即摆咱财政部对着迄个洗钱防治法吼，真严格啦吼，所以即摆咧要求迄个匿名奉献的问题吼，所以即摆咱可能会做一个调整啦吼，就是讲咱较早咱若无爱人知影讲你是啥物名，你就写讲住宅名吼，写讲小驴居吼，写一个凊彩写一个字，也是写你英语的缩写吼。较早咱是拢照拍起哩啦吼，就是讲你写啥物，我就甲拍啥物起哩。即马可能咱会当爱做一个调整吼，今年就会做一个调整吼，就是甲较早遮个拢甲改做优质吼，所以有可能你后盖你奉献的你是写小驴居，但是拍出来是优质吼，会变做是安尼吼，所以不管你拍啥物名，只要毋是你本人的名，我无法度认呢，伫咱财务是无法度认呢，咱拢拍优质吼。就是2字吼，就是优质安尼吼。你若感觉讲安尼对你来讲有一个困扰，你会当来甲阮讲，吼，讲你到底是啥物人，吼。若无，阮可能后盖作业会怎做安尼来做，吼。而且先甲大家做一个解说啦，吼。好，安尼，咱来庆生吼。来，11月份，迄个名单吼，我念一遍吼，请。兄弟若有来吼，请咱起立，咱等下来甲唱生日快乐歌啦吼。好，来魏明若、李正如、林木恩吼，来我莫阁念啊吼，时间拖伤久，来咱甲请咱起立好啊，兄弟起立。请东江来分这个面线吼，这个面线真好食啦吼，但是较紧食吼。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好，愿上帝祝福伫恁这个寿星的中间吼。好来咱来介绍吼有一位新朋友张玉成先生吼，唔知有伫中间无？张玉成先生，有先离开吗？张玉成先生，好，无要紧吼。好，安尼来，即时咱请咱做伙起立，咱做伙来为着一寡大岛的事项咱来做大岛。主，阮感谢你，阮看到阮教会的青年伫外围咧读册。总是因有得到真好的成绩，阮看到宣会得到大专声乐个人组专区的第1名，阮嘛看到伟晴伊得到创新发明竞赛的铜牌奖。主阮知这少年人、青年人拢是阮教会的未来。虽然因有伫外口咧读册，总是因嘛。表现了真好势，不管伫学业的顶悬，也是伫因信仰的顶面，主阮搁较求你保守，互因伫这出外读册的这段时间，会当有主满满的稳定甲因伫地。主，我嘛为着
阮身体病痛的兄弟来献上阮的祈祷。阮林峰伊心脏伤口闷痛，求主来医治。楚伟老师伊已经做了手术，即马身体状况要咧恢复。金銮姐迄个皮蛇已经有改善，求主继续引带。牧师伊有去手术鼻甲甲牙后，为着要互伊的困眠会较好势。手术了真顺利，总是即礼拜嘛是要咧流血，嘛是空喙袂有好势。恳求主你亲自安慰，亲自医治。小丁姐身体的状况嘛，也毋是介好，求主你赐伊力量。主不管提名无提名，主你拢知阮这兄弟什么人伫身体有软症、有软弱、欠缺，是讲伫阮的心灵上有啥物逼迫，有啥物不安，有啥物无平安的所在，主这你拢知。主恳求你圣神亲自医治，亲自看顾。我嘛阁为着阮11月27号全教会事工研讨会来祈祷，恳求主你亲自竞选阮遮的干部来治理教会。总是阮知，阮人是软正的，阮人也是有限的。望阮照着一天阮会当好好来检讨，好好来充实，嘛，互阮好好大家来讨论敲吹，阮明年度是搁较长期，阮教会到底阮的目标伫啥物所在？互你的福音伫即个所在会当徛在，会当讲传，互阮教会会当成做一个温暖吸引人的所在，互大家意爱来即个所在。主阮拢将遮个交托伫主你的手中，不管阮的祈求、阮的需要、阮的意向，主拢平平求你赐福引带。我来祈祷恳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互相行平安礼。好，请咱留言徛咧，咱来唱每遍的诗，上演513首，愿主赐福保护你。吟诗煞请王牧师来祝祷。愿主赐福保护你，愿上帝眼光变照你，也应主必宽待你，愿耶和华常常看顾你，赏赐你平安。阿门。请坐，灭道避讳。但愿手术互人有愿望的上帝，将主办的喜乐平安充满恁的心，也借着圣神的大能，互咱大有愿望，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阿门，阿门，阿门。请坐，灭道避讳。